Hello，大家好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可能聽唔到我把聲啦。咁我上一次咧亦都係介紹翻個法國牌子啦。咁我上一次好記得咧，我介紹一個法國牌子都係好似去水腫啦，去淋巴嗰啲啦。咁我今次介紹嗰個法國牌子，呢、個都係一樣嘅，都係150ml啦，150ml，580蚊嘅。咁呢個咧，佢有咩功效咧？咁佢呢個咧係排酸排毒精油。咁佢功效咧，係咁咧。點解啲人話點解佢係特別針對乜嘢咧？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嘅，因為咧點解啲人話會有啲水腫啊？因為我哋香港啲天氣啦，又有潮濕。乾燥，好似而家10月份，我哋10月份應該係凍啊嘛，但我哋而家10月份係熱嘅，天氣又焗，又唔係好乾爽嗰啲啦，咁樣變咗影響個身體嗰啲度，排唔到嗰啲毒素出嚟啊，排唔到濕出嚟。咁呢隻咧就係排酸排精油。咁佢依個咧效果改善你咩全身嘅淋巴啦、血液循環啦，改善你啲除體內嗰啲有啲毒素物質啦、廢物嗰啲物質啦，全身排酸排毒，改善你啲排水嗰啲位置嘅，全部都係排毒功能咧。除咗脂啊、尿道啊，改善你啲嗰啲皮膚啊，即係有時冇有塊面冇咁腫啊嗰啲咁咯。改善你嗰啲偏頭痛啊，尤其是我啲女性啊嗰啲啊月經啊，同埋排除你嗰啲體內啲濕氣啊，同有本身你嗰啲飲食習慣嗰啲啊，你可能啊食煎炸嘢啊，飲得多凍嘢啊，或者嗰啲酒精啊，幫你排嗰啲毒素出嚟嘅，排濕啊排水啊。咁呢個咧佢全身都可全身保健嚟嘅，呢個全身保健，呢個全身保健。咁佢呢啲成分咧就有乜嘢咧？歐薄荷精油同埋薑精油、茉莉香精油。咁佢用法咧就好簡單啫，滴兩三滴喺個手嗰度。咁你可以全身就得，全身用或者局部，即係你覺得邊個位脹啊想排啊，你可以局部做都冇問題。咁佢特點咧，呢個就幾好嘅。佢特點咧就係天然，真係天然呢個就濕浸透吸收能力好強嘅呢個。咁我哋而家買緊咧就係150ml，150ml，150ml 就580蚊，580蚊。